得，我兩隻，我攞一隻。又有靚係嘛？係啊。戴個口罩乾淨啲喎。呢個要戴幾耐㗎？5分鐘得，冇咁上色啊！真係第一爐，啲油新啊，第二鑊好啲啦，因為新油嚟噶嘛，我換油換得好頻㗎。你睇街坊生意係嘛？唔搞嗰啲點得？咁對一住一街坊係嘛？靚唔靚啊？都可以係嘛？你睇乾淨到啲油啊，好似水咁喎。哦，張單喺呢度啊。哦。我死要第二個。3號唔知喺邊度？幫我剪啦。5號拋。唔該。外皮碎碎，很入味。微爆汁真好好吃，很难不耐。来个腿。